一下，我哋先来认识一下，等下上课会用到嘅词汇，大家记得听练一么？恭喜、恭喜、恭喜！结婚登记、结婚登记、结婚登记！签名、签名、签名！同性伴侣、同心盘、同心盘！注记、注记、注记！好，我哋愛登記結婚。恭喜哦！請問等你當好嘅東西準備好嗎？都準備好咧。慘咩？我嗰出冇帶到煙呢。冇要緊，簽名咪做得咯。我哋之前有辦過同性盤註記，唔知會有影響冇？唔會哦，婚姻登記個樣同性盤註記哦。了解嘅，多謝。祝福您幸福快樂哦！多謝你嘅祝福。看下頭度嘅影片，我哋來學習一下幾句常用嘅對話。請問，但你當好嘅東西準備好嗎？請問，單子上的東西有準備好了嗎？好，國語的請問，請問，請問。單子，但內，但內，上面的東西，當空嘅東西，當空嘅東西，準備好了嗎？準備好嗎？準備好嗎？好，整句來咯，特別長的句型。請問但內當空嘅東西，準備好嗎？請問但內當空嘅東西，準備好嗎？下一句哦，冇要緊，簽名沒做的咯，沒關係，簽名也可以哦。好，這句很重要哦，一定要學起來。好，沒關係，冇要緊，冇要緊，簽名，簽名，簽名也可以哦，沒做的咯，沒做的咯。好，整句咯，冇要緊，簽名沒做的咯，冇要緊，簽名沒做的咯。下一句，祝福您幸福快樂哦，祝福你們幸福快樂哦，祝福你們，祝福您，祝福您幸福快樂哦，幸福快樂哦。幸福快樂哦，好，整句呢，祝福您幸福快樂哦，祝福您幸福快樂哦。好，一篇呢，所有嘅句型都搞起嚟哦，大家相同過去嘅時間去多聽多講，安尼能夠有更多嘅進步啊！哈，要加油哦！